植入 EDO 人工晶體後需要幾耐適應？夜間視力表現如何？植入 EDO 人工晶體之後，一般適應期比較短，大多數人喺手術後幾日內可以感覺視力明顯改善，並喺數星期內逐漸穩定。視覺表現方面，EDO人工晶體喺遠距離同中距離特別穩定，例如睇路牌、交通燈、電視或者日常活動都可以保持清楚自然。近距離好似睇手機或者餐牌，大多數可以應付，但喺睇細字或者長時間閱讀，部分人可能仍然需要戴輕度老花眼鏡。整體而言，可以滿足大部分日常生活需要。至於使唔使戴眼鏡，就因個人用眼習慣而有所不同。夜間環境下 ，EDO 人工晶體一般比較少出現光暈同眩光，視覺對比度比較穩定。就算喺昏暗環境或者燈光對比度比較大嘅情況下，整體視覺依然自然舒適。因此，對於需要夜間活動或者對光線比較敏感嘅人士，EDO 人工晶體通常係比較理想嘅選擇。